欢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今天的客庄小旅行，我们要带您造访高雄美浓的客家文物馆。这座文物馆是依照伙房还有烟楼的造型设计的，里头的文物琳琅满目，每一样都诉说着客庄的历史，也等于是美浓的缩影。今天透过镜头带您了解客家文化。美浓老街很有味道，伙房林立，四处可见古迹。这里就像是一座大型的博物馆，而在美浓客家文物馆也能了解美浓历史。一楼它是叫做伙房，二楼呢看上去它就是烟楼的造型。从建筑开始就很有特色，美浓的3级古迹镜字亭也在文物馆里重现，但造型跟其他镜字亭很不一样。他们在传说中给美浓客家带来文风非常盛行的一个官帽的造型啊。大齐文娱是美浓希望子孙文人辈出而兴建的东门楼，在文物馆内也可以看得到。跟着导览员的脚步探访美浓特色。在地产业油纸伞手工精致，特别的是它蕴含着客家特有的文化内涵。美浓人讲伞叫油纸伞，有儿子的意思，所以它是一个吉祥物品。普罗沃嘅为老大，连上楼梯都能够看得到客家俚语。行上行下唔當美濃山下啊，煙樓的大門。美濃的煙樓榮景不見。但在这里还能够看到当年工人在狭小空间里爬上爬下的场景。这是偷骨机。客家人赖以为生的工具，不论是大型农具还是生活器具，都诉说着客家人当年的刻苦耐劳、勤奋简朴的生活态度。火炉，对，传统用的你很内行啊。庆典专用的古物在这里也能看得到。整座美浓客家文物馆就像是美浓历史的缩影。想要感受美浓的悠闲，步行就能够抵达的中正湖，这里本来是用来灌溉的人工湖，但是淤泥影响了储水功能，所以它变成了观光地标。景色秀丽，环境清幽，丰富了这一趟客庄行程。蜿蜒廊道下，客家底蕴用俚语诉说，以镜字亭重现，几朵纸伞花奔放美浓客庄情，中正湖畔沉淀感动时刻。